上一届的冠军，我们目前3比2。他们在不一样，他们Four, 3, 2, 1。然后再洗手。
守住了，现在守住了。一夫当关。彼此哥的助攻。走啊！要守住了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. Five, four, three. 4, 3, 2, 1. 我就爆冷了。他正规赛结束第一局。然后不然回头讲啊。对，我只能讲来说，正规赛1-1已经算厉害了。很厉害啊，真的很厉害。然后就是你裁判，难怪这样子。这次多边很多球，还破边，对，破边。就是比赛有趣的地方，变数就很多。所以很多一些不起眼的小国家都有参赛。因为这脚也是我第一次知道。对。不止维德角，里面是有3个小跟这些国家。看批的内容也没有差到。对啊。我还能从那家去拿2分。5, 4. 1分钟。哇，那球在走廊哦。差真的差了一点点。现在几比几？3比2，延长赛，好刺激啊！正规赛是1比1。